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一個超正嘅體驗，就係 Benefit 新推出嘅 Good Pro Day 反孔精英面部護理，聲稱30分鐘就可以搞掂毛孔嘅問題。今日就等我嚟試下啦。美容師會先幫我做簡單嘅諮詢，了解一下我皮膚嘅狀況，跟住落嚟就可以開始卸妝清潔啦。佢哋嘅卸妝油幾好用，卸得乾淨又唔會覺得好乾。跟住落嚟就係今日嘅重頭戲啦。美容師會先幫我搽上一層由毛孔去角質粉化成嘅淨膚泡沫，再配合按摩吸取多餘嘅油脂，然後再用聲波美容儀幫我深層清潔毛孔，全部啲污糟嘢都已經刮晒出嚟啦，大家見唔見到啊？而且佢仲有藍光可以殺菌收毛孔，超正啊！清潔完毛孔之後，美容師仲幫我做咗一個舒服嘅按摩，先用緊致毛孔嘅爽膚泡沫，再導入佢哋超出名嘅毛孔水分導入精華，最後就搽上保濕霜，成個過程都超享受，真係30分鐘可以做到喎。做完之後毛孔真係有變細到，而且皮膚好光滑，摸起嚟好滑溜，成塊面個感覺係非常之乾淨，尤其是 T 字位，大家見唔見到？佢係發光噶，真係好適合一啲唔想去美容院，但係又想突然之間清潔毛孔嘅朋友。大家快啲去預約，話我知正唔正啦！